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30日公视台台一报新闻。来讲，今仔日中小学开学，教育部讲来当保持社交距离，嘴烟无得较爱挂，近来2礼拜还是着爱逐工磅体温。昨透早，其实中国火船去别台火船拢变去，台湾国的海巡署甲军方拢有出动到敲找跋落海12个船员。早起国民党会就关市议会党团做伙反对开放有用着正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观众朋友，新闻开始先来报告一件上新的消息。下晡点外，台铁自强河路南119班厝伫台中龙井，弄到一个60几岁的男性，当事人倒伫咧冰沟道边，头壳碗已经破碎死亡。事故详细的原因，警方正伫咧调查当中。咱的新闻来为你掌握上届新的消息。今仔日是中小学开学，教育部也已经宣布讲，学校内底都会当尽量保持社交距离，莫活了伤过近。就算伫咧教室内底，也无得确拢着爱挂嘴烟。深开学这2礼拜出入学校，也是着爱逐工磅体温。学生自单一个入口入去学校，学校门口的红外线热像仪显示体温。30日全国的中小学开学，面对疫情未当放松，学校也传好各项防疫措施。那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入口，那经过显像仪之后，确认孩子的温度体温是正常的，然后就进入校门。那我们进入校园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孩子戴着口罩。学校要求学生入去学校进前拢爱挂水烟。一早起，真侪家长送囡仔来读书，也拢有反复爱挂水烟。就是戴口罩，然后学校都有准备酒精会消毒啊。就是一般跟学校配合，就是戴口罩而已。对，没有另外在做什么特别的东西。磅体温用酒精消毒手，搁挂水烟。高雄市长陈其迈早起到3名家长关心学生入学的防疫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看在整个防疫的工作是不是有到位，来确保我们学生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安全那家长可以安心。比如说像体育课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比较不用去戴口罩，没有强制硬性规定。但是如果在室内密闭空间的话，那我们会要求学生呢自备口罩。台南市长吴伟摕一早起到新南国小视察防疫工作，也特别关心拄才入学的小学1年的学生。伊讲会要求各学校的营养午餐全部拢爱使用国产的猪肉。教育部讲，伫8月中就已经请各学校点算防疫物资，也搁分配28000外支磅体温的机器，2762万外片的水烟，也搁118000外公升的酒精。同时要穿隔离衫，伫必要时阵拢会当应付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透早一只名叫万锦鱼051119号的中国渔船，伫咧桃园观音西北边34海里遐，那像是去互别只火船拢并去，船顶14个人跋落海底，敢若2个救起来。台湾国毋但海巡署有派巡防救难船，军方嘛出动直升机，中国嘛派出真侪船只咧超找，毋过到当落海遐的船员依然是音信全无。发现一艘疑似救生艇得标服务。海巡署30日就通报，一只中国籍万锦鱼051119号的渔船，疑似伫咧台湾西北边并船，造成船顶14个人跋落海，下落不明。海巡署随派台北舰担任指挥舰，嘛出动淡水队、新德队等等一舰3艇去救人。国防部配合出动直升机伫咧现场超找，另外8只中国籍的渔船嘛协助到救人。他们那个陆船，他们上面的小船嘛。一直到搜救人员去试水海域的时阵，有2个人先去互其他的渔船救起来，现场无发现其他跋落海的船员，敢若有一只并去的小艇伫咧海面浮浮沉沉。海巡署研判，并去的这只船透早伫咧桃园观音西北边34里的海域，挖近中国福建的平潭关。疑似去互非洲的赖比瑞亚籍的货轮弄入并船，了后就随走去。台北南捌透过无线电要求因爱停船配合调查，不过对方自头至尾拢无回应。经查，缅船疑似遭赖比瑞亚籍货轮碰撞，该轮以12节速度朝东北航行。台北舰以无线电要求配合调查，但均无回应。中国小联所派出东海救116、中国海舰8001、8002等等的船加入搜救。
两间做伙合作，要找出剩的12个失踪的船员。不过，搜救的行动持续几天了后，一直到31早起6点为止，也无相关的进展。海巡署目前也伫现场持续调派1男2艇继续搜救。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宣布讲，明年开始有用着正肉种的美国猪肉，过期到30个月超过的美国牛肉会开放进口。针对这件代，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早起表示讲，人民的健康袂当摕去交换。不过台湾确实也着要伫咧国际和人有坐徛。另外，陈部长嘛讲，美国卫生部部长来访问迄当时，确实是也无开喙，要求讲着要开放。前20多年有莱克多巴胺，也就是俗称300种的美国猪肉，还有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从明年1月7日开始，第一档合法进口台湾，引起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疑虑。针对这个代志，卫福部长陈时中8以上广播节目亲身出来说明，那是适当使用，绝对安全。挂保证开放美猪价，适当的使用绝对最安全。若是美国的工具证风险，陈时中是表示，时间已经过遐久啊，即马风险搁较低。针对外界质疑开放BD美股进口，台湾到底换着啥物？陈时中表示，健康是袂当交换的，但是台湾必须甲国际接洽，互台湾伫咧国际上有一个地位。这是以前在议定书里面就已经答应的事情。若一个国家的履约的能力，都没有办法被国际认同的，其实我们是寸步难行的哈。因为部分县市首长已经表态，坚持300种的检出标准爱是0，可能未来会出现中央甲地方无共调的状况。但市长表示，食安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府应该嘛会认同，袂当由台湾的后脚。最近也确定示范区，要求所有的小卖甲包装食品必须要标示产地，互民众有选择权。选定一些地方做一些示范，然后也吸取大家的经验，让民众了解说，这样子标示大家够不够？这样看得了解吗？是不是能够避开，能够尊重大家的选择权？但市长强调讲，过去美股已经做过容许量的评估，即马是要评估BD的莱克多巴胺的容许量，目前BD的进口量占国内市场的1成，伫个北来买当进口，但是无人要买。所以目前嘛无进口，若是陈时中是当时知影的。陈时中敢若强调讲，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时阵，并无甲伊讲到开放BD美股等等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国民党汇集22县市议会党团做伙开记者会，宣布会运用地方自治条例，落去规定肉品袂当检验出有正肉精。江启臣党主席阁批评蔡英文总统，讲伊袂顺像皇帝共款。阁有马英九前总统嘛出面要求讲，一来蔡总统就要回实的，二来开放美猪美牛的时间就要阁渐按。拒绝瘦肉精美猪。抗议民进党政府放任进口BD美牛，国民党串联全国22个县市议会党团10点做伙召开记者会，宣示透过地方自治条例规范猪肉袂当验出300种，而且嘛批评讲中央无替台湾人的健康来把关，而且佫跳过国会。他们不要的，通通丢给我们。民进党政府还接受？民进党不是爱台湾呐，是害台湾呐。那也市议员讲甲足生气，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亲身主持台东县议会党团的记者会，伊表示，民进党嘛捌反对300种，即马说是相定标准，而且无沟通嘛无受到监督，伫咧无人民共识的状况之下，就用一场记者会来宣告进口BD美牛，敢讲即马是威权时代。你就开一个记者会，就宣告了这个决定，好像全台湾的民众都应该要买单。你是谁啊？你是皇帝吗？我们现在是在威权时代吗？为着强调反对到底的决心，国民党中央嘛做伙用记者会方式来质疑开放BD的安全性，批评政府先宣布开放，才提供风险的评估报告，这种做法明显是颠倒饼。前总统马英九阁要求蔡英文爱回实的。2件事情：第一，总统郑重道歉；第二，延后开放时间。那也一直伫骂串联的大动作甲目标上准民进党政府。总统蔡英文31早起参加桃园一场宗教活动，并无加回应啥。敢若提醒大家，疫情还未结束，绝对袂当放任。现在台湾能够迈入防疫新生活，大家可以参与各类的宗教活动，可以去观光、听经济、听振兴，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疫情还没完全结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就伫咧宣布明年开放美股了后，美国地壳传统基金会会伫咧台湾时间31暗时9点举办台美实行研讨会，经济部长王美花会甲美国国务院亚太总卿苏达伟来会谈。台湾伫咧会中向美方表达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定 BTA 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婚姻关是畜牧业的大关，所饲的猪仔总数顶台湾27%的业。今日早起后，大镇饲猪的农民去到县府门口陈情。张立宪县长嘛亲身出面说明讲，若是中央意义高行者，县府会采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落去规定猪肉制品袂当验出正肉精，违规的罚金上无6万块。不满中央政府无甲饲猪的产业充分沟通，伫顶礼拜5日被宣布，会依法规命令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入来台湾。31早起，婚林在地饲猪户做伙去分管府陈情，因认为讲，若向开放，会冲击到县内饲猪的产业。百亿基金哦，我们是觉得这个要能够做有效的运用，还有公开透明。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尽量争取到一个养猪业长期发展的基金，跟各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这些国家在洽谈，说我们猪肉要出口的一些相关事宜以及相关的法令，但是我们还没谈到一个很完整的配套措施之前，现在已经有一个美猪莱克多巴胺要进口到台湾，这个对猪农的冲击是非常大了。在地猪农表示，把农业当作贸易的交换，对饲猪的农民来讲是真无公平。针对这点，分管府表示，县内饲猪户拢总有1200多户，饲156万只猪，占全国27%，产值有200多亿，加上相关屠宰甲饲料产值超过300亿。若中央硬要进口，县府会以婚林县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加强抽检，若有检出来就会裁罚。贩售或是业者，它含有这个莱克多巴胺这样的一个商品贩售到市场，一旦被抽查到以后呢，我们就会严加这个罚则了哈。那重者呢最少罚6万甚至高到2亿元了哈。分管府强调讲，目前会听猪农的意见，向中央强烈反对进口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捍卫饲猪业者的权益，而且辅导因加入产销履历，让消费者尽量使用国产的猪肉。咱学校的营养午餐、甲中青食堂，嘛会规定全面使用国产的猪肉，除了保障猪农的权益，嘛互学生甲老大人食得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的捷克共和国由参议院议长提头的访问团来到台湾已经第2天。早起因有去参加经济部主办的经济贸易投资论坛，王美花部长也已经说明讲，即便咱会和对方签3份合作备忘录，经过各方面的生理贸易，加深2国中间的往来。参访团的成员挂回应台籍国际最暗入来到会场，准备参加由经济部所办的台籍经贸投资论坛。部长王美花伫会前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会甲捷克来签3项合作备忘录 MOU， 分别是新措社群甲机械相关，会透过台籍合作继续深化关系。在捷克跟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共享合作。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的企业在捷克增加投资，接近欧洲市场，我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可以促成我们更多的企业跟捷克合作。王美花表示，台湾无论伫咧资通讯还是金币机械产业等等，甲捷克拢有真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尤其是捷克有真深的工业基础，而且伫咧后疫情时代，全球的企业本来就爱思考全球供应链的布局调整。若是美国地壳传统基金会会伫咧台湾时间31暗时9点举办台美实行研讨会，由美国国务院亚太总卿苏达伟、经济部长王美花伫咧线顶对谈。王美花讲，会伫咧会中向美方表达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定 BTA 意愿。我们跟美方的合作不管是在防疫的合作，在供应链的合作，甚至我们跟美方想要来签署相关的 BTA、FTA， 本来就是政府长期追寻的目标，那我们也会来表达我们这样的一个意愿。另外，参访团30到台湾了后，就使用专车送去住宿的旅馆，而且伫咧旅馆由专人进行采检作业，结果伫咧透早出来也89个人拢是阴性，而且这已经是集团第2届的采检，第1届是伫咧登记前3天伫咧捷克采检，预计最近这几天会去做第3届。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来讲，目前全世界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人数上济，第一是美国，过来是南美洲的巴西，刷落去就是印度。尤其昨印度国加78761个患者，这也是打破世界过一日病例增加上济纪录。亚洲搁一个南韩，探病的情形嘛搁加重，病例总数将近要超过2万人了。全世界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第3日超过2500万例。死亡人数到843000人。疫情的中心也由美国加拉丁美洲转到全世界人口第2大国家印度。印度第3日一天的确诊病例就到78761例，超过美国7个17个单日确诊数，也创新的全世界单日确诊数的新冠纪录。印度总共有超过350万人感染，死亡人数是超过63000人。在疫情拄发生的时阵，印度的控管算是做了袂歹，严格实施全国的大封锁，病例大部分拢集中伫孟买德里这寡都会区。当局为了要刺激经济、救失业，继续放零防疫措施，尾啊疫情就开始探到庄卡所在。That people thought that once the numbers started to go down, this was it. They had won the war, and everybody was out. And everybody was out there without wearing a mask, without any social distancing, without any sanitizers. 目前正拄是印度宗教庆典加丰收节庆的活动的旺季，也是民众关注的高峰期。印度总理莫迪30日讲伫咧例行的广播谈会，学到印度人伫咧群众活动所展现的责任感加自制力。另外，后个月开始，更加会进一步放定防疫措施。正像是挂水淹加社交距离的条件之下，开放100个人以下的文化娱乐加体育活动。大城市的地下铁运输系统也会重新开放。在亚洲另外一个疫情的热点南韩，这个月中开始，每天的确诊数拢是3位数伫咧增加。30日又搁新增加299个病例，其中283例是本土感染，203例拢集中伫咧首尔、京畿道加仁川。看总共确诊人数就要超过2万人，当局下令第30日开始到9月初6为止，首都款的咖啡店禁止伫咧店内用，只甲人走来走或者是用外送的。餐厅、酒吧、面包店暗时9点到透早5点禁止伫咧店内食。室内运动场所、补习班、图书室这寡场所禁止群聚。伫暗时9点了，公车的班次也减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顶礼拜六美国西北边的波特兰这个大都市，有2场游行做伙举办。一边面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另外一边是咧争取乌人的人权。上知影讲2阵人煞伫街仔路交锋对垒，搁发生一个白人的男性去互人敲枪，现场无命。过卡新川普总统嘛和波特兰的市长互相批评，攻击对方的不是。Not really, it kind of scares me. 录影的民众才讲会惊。落的是传出2声庆声，随有人倒伫咧涂骹，最后不幸死亡。时间是29日早起，美国奥勒冈州上大城波特兰的公路规个塞车，川普的支持者组成游行的队伍，至少有600台车，上千人参加。这已经是因连续第3礼拜六伫咧当地集合，表达对川普的支持。不过，伫过去3个月来，波特兰也是乌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活动的核心地点。迄天双方伫咧路会拄着，引发冲突。警方逮捕几落个人，也希望居民唔通去市区。无想到讲暗时就传出枪声。这位死亡的白人男性，头壳顶戴个帽仔印着基约的团体爱国者基督团的徽章。警方是无讲死者的身份，也无证实这件枪击案是毋是甲抗议有关系。A human being lost their life last night, and it's critical that everyone refrain from conjecture and allow us to gather the evidence and statements needed to hold the person who did this responsible for this heinous act. 对5个月以来美国各地抗争，川普是继续批评这甲民主党执政的地区有关系。发推文再一遍强调法律加秩序。形容波特兰市长是激进的作为分子，也讲伊是笨桶，无法度处理犯罪问题。被点名的市长也无伫咧软，反指控川普是这款仇恨的制造者。It's you who have created the hate and the division.
It's you who have not found a way to say the names of black people killed by police officers, even as people in law enforcement have. And it's you who claimed that white supremacists are good people. Your campaign of fear is as anti-democratic as anything you've done to create hate and vitriol in our beautiful country.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是发声明谴责暴力，伊嘛对手川普鼓励暴力，也敲击川普，就是讲发推文强调法治，可以看起来正强，因故无法度叫伊的支持者停止冲突，这证明川普其实是正冷静。记者综合报道。 等下关心国地头的消息，昨昏新竹市南寮的风吹节现场发生一个3岁幼囡仔去风吹线架起伫半空中，上无超过2层楼悬，加载尾手是平安降落。主办单位也说明讲，本地风吹放悬是要夜糖啊落来，可能是清场的范围无够宽，风吹线才会去拖着人。啊，林志坚市长嘛讲，会确实追究主办机关的责任。 真侪民众拢欢喜咧放风吹，煞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雄雄去互风吹架起伫半天悬，飞伫空中飞到30秒，好佳在有豆豆飞落来，摔落涂骹只有切伤而已。现场真侪民众掠准拢是特技表演，发现代志严重才去解救。我有看到他其实是缠到腰的，可是风吹来的时候拉起来就从脖子上拉就上去了，差不多超过2层楼高以上哦。对。后来想说，不然不管怎么样，我当下一定就是想办法去接到他。 新竹的南寮第30举办放风吹活动，本地是要利用长高型的风吹，伫半空中夜糖啊落来，想袂到风吹拄起飞，煞雄雄大风吹过来，24米长的风吹尾流，甲查某囡仔颠掉咧，飞一个半天悬。主办单位表示，放风吹时阵有先清场，可能是管制范围无够宽，才会发生意外。管制的范围不够大，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工作人员在外面，都需要小朋友先围开在后面。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场大概有20-30个那个维持秩序的人员。我们去检讨，在这个流程上是否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未来会对于这一个施作的厂商。 提出扣款跟罚款哦。这几年除了新竹，包括新北市桃园拢举办风吹节，也因为大型的表演风吹重量较重、速度较紧，也比较较危险。放风吹地点拢经伫咧空旷所在。这回新竹市发生意外，市政府表示会追究相关的责任，也会检讨活动的规划，防止意外再度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讲，昨暗饭店台中市乌日街一个26岁的少年家食酒了后，乌大摆徛咧，煞去弄对歇伫咧建国路顶头一台故障的轿车落去，送医救无起来。警方指出讲，虽然车主有采提醒故障的三角架啊，不过轿车甲人插点画红线的路顶，就是违规。有原的以过失致死的罪名，甲车主送办。 车祸的现场四界拢是碎片，机车高速弄着违规停伫路边的汽车，一个细叶骑机车的人刹车倒伫路边，人受重伤。乌日区建国路往台中市方向的车祸现场，路真大条，佮真直，车的速度拢真紧，规条路拢是画红线。啊，毋过基慢车道外口的路径无够布袋车遐宽，使用的汽车车主半暝车歹去了后，就停伫遮，结果去互细叶骑机车的人高速弄着。 该自小客车停放在红线违停的部分，就算因为故障，然后也放有警示标志，但因为致人死伤，所以还是会依刑事法，然后将他以过失致死移送。警方发现，细叶骑机车的人有啉酒，车速过紧，随望涉往的汽车车主停伫咧有画红线的路径，嘛有抗警告的标示，啊，毋过也是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相关法规，细节部分该等待认定。因为细叶骑机车的人车祸送病医疗，也是无救到倒来，警方也是以刑法276条过失致人医死等等的罪嫌函送使用的车主。死者的家属表示，违规停车就是毋对。应该算是不对啦，应该是算不对啦，对啊。 这件案件发生伫咧半暝12点左右，警方表示，虽望汽车车主无法度甲车顺利驶离开现场，啊，毋过嘛袂当凊彩囥伫咧路边，提醒民众车辆故障占用道路，应该想办法赶紧排除，才袂来犯法。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因为透西南风，台南市一四界变大雨。 台西向交通往来真加野的台86线，过去一天上万台车咧经过，点仔加路是空空缺缺。交通部公路总局当下赶紧要求厂商，先用临急应用的材料，甲路面一搭一搭吞互平。头尾3天的时间经过，已经保障近200位的缺仔起来了。
第86线的车路路面是立一空一空，公路局第5永和处新化工务团人员并时咧赶工，赶紧要甲立落去的蚵吞起来。3工手续咧变200位，就惊保无好势，车驶回去会造成安全问题。最近的因为天气热后又下雨，热胀冷缩的一个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局部会比较会容易坑洞，那我们也是在了解中啊。新化工务团表示，第86线是台南真重要的东西向公路，每天有10万的车流量在往回，使用量是真大，加上拢是重型车在驶，便若是小连续落雨，点仔加就较高雨气，尤其是仁德区，顶礼拜3甲拜4累积的雨量超过300毫米。天气热，路边的温度悬，若拄着落雨，对车路影响是真大。目前上要紧的是先确保用路人的安全。大概在西行线里面比较严重一点，大概有100多啦。那东行线没有那个西行线那么严重，大概只有它占1/3左右的一个程度啦。第86线一旦出现落雨，就会请报告机内厂商先用暂时性的点仔架南安分头冷料来保成应急。等天气较好咧，随甲路边切开拍饼完成抢修。养护单位嘛当地建议，未来要扣掉定方的工程新做法，明定契约，要求厂商伫咧2年的报告期内要做好巡查，随时甲落落去的空补起来，提升道路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新版的工厂辅导管理法公布了后，南北2路的环保团体嘛真积极咧检举农地顶头，甚至起来违章工厂。不过到单检举超过150件，敢若一间有家己拆，剩的莫讲地方政府去拆，就连断水断电都无。但环保团体也讲，县市长的态度正正就是影响处地的效果，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立隆公司，那立隆公司是我们那时候2017年所检举的工厂，那这是一个塑胶工厂。中华的环保团体用手机直播，讲因2017年就开始检举的农地违章工厂，迄当阵还阁伫咧起，验过即嘛已经伫咧正式营运。我们从立隆这件事看到，从一开始地方政府王惠美不想拆，然后前任的县长魏明国也不想拆，然后到现在中央。因为地方政府不是还期待中央能够来处理，但是我们看到中央又踢回去了，踢到地方政府，我们看到中央也不想拆。环保团体检举的违章工厂唔乃只一件，自从今年3月新版的工厂管理辅导办法实施了，因伫各地总共检举超过150件，验过只敢若一件是家己拆。虽然各县市客载人力无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验过因认为。县市首长的态度是影响执法的力量加成效。新北市和台中市是目前2个做的在拆除上面有成绩的。为什么新北市做得到呢？简单来说，我们去访问过之后，新北市的督发单位拆除大队是跟我们说，最主要还是来自侯友宜市长的支持。那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经费和人力上面来看到这个支持。环团讲，尤其是彰化县新增加的违章工厂有6000多间。同期新增加2700多间，验过照经济部的统计，这2个县市拢无派人去拆新的违建，而且经济部也无大型断水断电。环团认为现阶段是工辅法修正了拆新违建的黄金时期，若是地方甲中央继续放互烂，未来产生的问题是更较歹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文化部目前当要开始分第2批纸票印刷的艺放券，按算有60万份，一份价值600块。按今仔日早起开始，到那65岁超过的6大人，也是18岁以下的国民，阁有身心障碍的人士，顶一批抽无到的，拢通去便利商店插健保卡，也是去官方网站直接登记，到月初8就会公开抽奖了。甲健保卡插入去数不机操作，这个动作唔乃会当移过取验，可以当登记抓本的艺放券。艺放券2.0从今天上午9点开始开放申请，民众只要持健保卡就可以前往4大超商或者是官网来操作使用。因为第一波艺放券需要掠手机2体才会当登记，对网络就是族群不利，所以新版使用是超商甲官方网站登记。若是第一波无抽到的人是65岁以上、18岁以下，或者是身心障碍的朋友，拢会当申请。应该不会。为什么？就觉得家里长辈应该不会去注意这个。会啊，会想申请啊，只是就第一波忘记申请了。只能帮家里面看有没有长辈或是。对，我会把长辈都申请起来。
新办的艺放馆会当申请到9月初6，符合资格的民众会当伫即礼拜早起9点到下午9点登记。文化部嘛伫9月初8公开抽出60万的名额，而且伫初9开放领馆，使用的期限到明年2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照卫生福利部统计起来，15岁到24岁青年人，都若想较袂开去行地路，原因多数是和感情还是学业有牵连。台北市政府等结合精神医学、甲心理问题服务人员，伫咧学校内底建立支持的系统，望讲就近协助老师甲家长，量早发觉青年人所遭遇的困境，也通提防这款不幸搁再发生。家长亲友多点细心观察孩子们的健康状况。透过发教问话、听甲求援四步，希望家长甲老师会当即时关怀，甲囡仔斗3工。根据卫福部统计，台北市15岁至24岁青少年自杀死亡比率，对107年到108年提高64.7%。嘛因为安尼，台北市政府结合医疗院所甲心理卫生服务单位亲自校园，加强学校的精神医疗介入。我们目前台北市政府的自杀防治中心结合的精神医学心理咨商跟这个心理治疗，你知道，特别我们在校园有建构这个医疗网，你知道能够提供学校老师就近的协助。那我们也研拟的这个台北市校园自杀防治的指引来当做老师的一个察觉的一个工具。环保体表示，民众感冒会看医生，但是情绪不好去看精神科却会歹势。台北市政府分析，去年15岁至24岁青少年自杀的通报资料发现讲，自杀的前3大主因分别是精神健康、家庭成员甲亲密关系问题，还有学校的适应问题。也就是讲，学生的烦恼大部分拢甲感情和学业有关系。学业来讲，常常会出现在开学前后。还有考试前后，所以看起来这种情境性的压力是很大的。那特别是有部分个案其实是从来没有接受过精神医疗或是学校的辅导心理咨商。医师表示，开学前后甲考试期间是学生上会感觉烦恼的时期，建议大人伫咧鼓励囡仔的时阵，唔通安慰囡仔莫想伤济，颠倒应该是爱鼓励囡仔讲出心内话，才会当真正解决问题。若是受严重的话者，才会当即时转介予医生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人家厝内底若有斗自体火烧警报器，万不利意外发生，就通第一时间提醒民众逃生。啊，不过监察院检讨今年4月各县市的统计，已经有斗警报器的徛家，包含嘉义县、云林、南投、花莲、台东、甲彰化，拢还未达到标准。嘉义县消防局这边面就表示讲，一定会搁尽量加强宣导。消防队人员甲县长做伙向民众宣导自体火灾警报器，希望因增加民众对警报器的了解。但是检察院的报告指出，嘉义县装设的比率比6成搁较低。消防局就表示，因为艺人搁惊去用诈骗，民众真的意愿较低。我们都透过里长广播，或者是里长亲自带着我们去宣导，然后再跟他讲这项资讯，他们就会很能够接受。虽然有人无要斗，但是嘛是有人因为最近新闻报的火灾事件，主动来询问消防局。特别像签过 KTV 之后，所以有陆续打来询问说，各县市的补助状况，是有是哪些有符合资格可以做申领的部分。嘉义县消防局指出，因为经费的关系，今年买了3000多辆警报器，再加上消防司法的，又还无甲予嘉义县达成目标，必须爱找在地企业来赞助。目前嘉义县政府对弱势族群的布纳已经达到59.6%以上的执行率。那对于一般民众的部分我们也是在宣导，那我们安装率大概是54%。消防局强调，火灾警报器的装设会因为民众伫火灾事故发生的时阵，争取一寡反应的时间。嘉义县有一寡火灾拢是因为主家所引起的，也是呼吁县民要有防灾的意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镜头所落南来讲，高雄的大港桥是全台湾头一班会当拍平西180度的桥面。落成了后嘛，吸引真侪人去参观欣赏。不过，等到高雄市议员咧质问讲，桥面若说行李往来船只才会当通过，结果当煞干那剩下晡3点固定表演的时间有咧说，安尼要咱有法度增加船只往来出入，来带动高雄港的第3船坞会当愈加野咧。高雄大港桥7月初启用了后，成不少游客来遮翕相。不过有市议员发现，这座桥目前除了公务船，无开放予其他船只出入，而且除了下晡3点开放登驶时间，根本就看不到大港桥哪咧驶船只搁驶入来的画面。开3.2亿的大港桥，目前敢若剩观光的功能。
不会啊，就给市民一个观光景点啊。当初设计出来旋转的目的就是希望船舶能够进出，因为大港桥的桥墩比较低，所以它必须要旋转船才进得来。结果却因为大港桥要让游客行走，却不能够让船只进入，这非常的荒谬。市议员认为大港桥位置的第三尊路是高雄亚洲新园区的重要路段，若是无船只咧出入，根本就无法度互第三尊路有更较侪运用的空间。对这件代志，高雄港务分公司是解说讲，是考虑到船只出入的安全。是那边的水域很小了啦，那你如果船舶太长的话，它有回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有那个国际的航道都有回转池，大概直径就是600米。那这边根本就是不到。高雄港务分公司表示，大港桥附近的蓬莱港区，未来考虑要规划做亲水游客区，上紧会伫咧3年内完成相关的规划。到时阵嘛照需求，考虑开放予符合进入规格民间船只出入。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桃市平镇这一间人家厝内底，拢总是100多只兔啊，环境歹，网虫阁高，厝边隔壁袂堪得动，甲市府检举，那像也无法度解决。当市议员出来斗协调，要求饲兔啊这家人得先签切结书，动物保护处才接手落去找团体斗收留这个兔啊。卫生局则阁协助，赶紧改善市边环境的问题。规厝间的兔仔来来去去，连边床顶都有。伫咧桃园平镇一个旧的人家厝内底，700多只兔仔，环境是真臭，阁真垃圾，网虫仔生甲规个，厝边头尾实在是真困扰，甲市府检举。不过真无奈，并无单位会当来斗相共解决。本来我那阳台站的早上还可以起来运动，现在没办法，那个臭气整个都上来，然后我的门窗都是关着，没有办法开啊，很臭啊。每次来叫他要清，他都说好，我要帮他清，他都说他自己会清，结果他就把它清丢在那里，不给我们动。好，我们也没他扯，所以请相关单位协助我们。10到200多丢在河边。好，现在还有几只？大概100只，对不对？70。母的70，公的30。这个老阿伯家己一个人住，因太太10多年前就往生，两个后生拢住伫下港，几啊年拢无转来。厝边讲，大家甲伊沟通，伊拢讲家己会清，结果拢无处理。桃园市议员黄建平接到陈情，31早起，请动保处、环保局、甲卫生局等等各单位去现场会勘。事主本人有一些精神的问题，那我们想请求他的家属帮我们签切结，放弃他的这个兔子的所有权利。然后我们会积极找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收容。等到兔子都移置出来之后，里面的那个环境脏乱，那因为涉及到屋主私人的产权物权，我们也在协调说，能不能请卫生局，以这个防疫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目前初步协议，动保处先做动物救济，请家属签切结书，再搁找相关的单位来收容甲安置。因若后手环境卫生的部分，议员嘛会请卫生局以防疫方面相关的规定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这个团体，逐年拢会举办国际渔港骹球比赛，尤其今年因阁争取到亚洲骹球协会的支持，这嘛是国际骹球组织头一摆赞助有着的民间团体。另外，这个发展协会嘛发表新册，种种的拍拼，就是望要改变社会普遍的对外国劳工现有淡薄的偏见。头一个踏入去得分，场外是欢喜甲咧画休，两个由越南渔港组的骹球队要拼冠军。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为2015年开始办理台湾杯国际渔港的骹球比赛，加做每一年在台渔港参与的重大比赛之一。因若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伫2020年摕到亚洲骹球协会联合会2020梦想亚洲公益指定项目的支持，加做国际骹球组织头一个赞助的民间团体。这对于就是移工朋友们、移民朋友们的一些一些爱好，或者是说对于就是他们能够融入台湾、带动台湾草根的足球的一个发展，相信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刺激。台湾目前已经有超过78万为印尼、泰国、越南等等的国家来外籍移工，占台湾社会当中第4大的族群。协会透过办骹球比赛，增加甲其他的族群交流的机会。2019年，还佫成立台湾外籍移民骹球联盟，其中至少有24个球队，840个球员纳入去联盟内底。另外，协会还佫出版新册，记录移民工伫台湾参加骹球比赛的过程。Taiwan football can continue to grow with both foreign and local players and coaches
and all the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football in Taiwan. So I'd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and thank you for this book and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and share and play football. To thank Taiwan very much, for creating such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for the foreigners, to play football in Taiwan. 理事长表示，希望透过新册，会当打破蓝领甲白领的阶级，促进无同国籍的工作者交流甲在地连结，而且开创一个双向交流的社会，减少台湾社会对移工的偏见。记者综合报道。当然，万项拢爱愈了解愈详细，咱才会愈有感情。来讲南投县德山的镇湖社区，因为离山真近，也是形形色色。但社区嘛特别举办蝴蝶生态营队，邀请大自然的专家来解说叶的形体甲分类，嘛通互庄内的民众更较了解家己徛起的土地。 伫野外时常会当看到美丽蝴蝶，但是却唔知影即寡蝴蝶号做啥物名。经过老师的解说，互社区中者对蝴蝶有更较深入的认识。蝴蝶是不时咧看的，唔捌伊的名。即摆上课了后吼，也有公的，也有母的，有一种讲菜叶，一种讲做较大只，迄个做凤蝶。 南投德山的镇湖社区因为瓦山有丰富的自然生态，社区为着互民众更加了解生态环境、生物的物种，特别举办蝴蝶生态营，邀请专家来上课。今日因为有学者、有老师来讲解，来解说，所以因就知影讲哦，原来咱的社区的蝴蝶的种类是这么多。所以每一种蝴蝶对他们来讲，因住伫遮，但是细汉可能家伫山区，也是种植伫山区，所以还好，也不会太陌生。他们也觉得蛮有感的，就好像就他生活附近的，更容易勾起他们对自然的情怀。 大自然就是上好的教材，老师毋忘透过课程，互大家更较了解家己所住的这片土地，嘛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 有影啦，现代教育拢真注重无共学科互相相夹，就要兼顾讲究双语言同齐应用。咱来看屏东县万万中兴国校遮，就有老师设计出对英语的绘本内底所教的过程，亲手做披萨的活动。老师带学生囡仔哪做哪学，毋但食甲真欢喜，佫兼引起愈侪热情来学英语。古锥英语绘本内底教人要安怎做披萨，毋过家己动手做，敢有遮简单？ 遮个学生囡仔学习糯米粉，甲爱食的配料放伫披萨顶悬，现场阁有摇汤香，大家是做咧心食，嘛食咧欢喜。很香，很香又很好吃，上课很好玩，又有东西可以吃。发起这场活动的是原地伫国外咧教册老师戴良顺，登去故乡的中兴国小，带学生囡仔来体验做披萨。想要给小朋友一个不同的体验，一个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然后生活教育化。戴良顺讲，举办这场活动的想法是来自一本英语的绘本。 内容主要是咧写为传食材、糯米粉、到烘披萨的过程，希望囡仔会当伫学校学到生活上的技巧，为课程当中感受到学习的趣味。从一个英文的手绘本开始，披萨是怎么制作的？那制作过程是什么？那里面的需要的材料有哪些？透过这场活动，互中兴国小的学生囡仔有一个无同款的学习经验，最后也有家己做的披萨通享受，真正是有食佫有掠。记者综合报道。 咱话来讲，过去布袋戏当时行的时阵，捌伫咧内台请一站正大站，但即阵又阁有台中地布袋戏团嘛，将家己本团古册戏的带加出重新编排，搬山入去艺文中心的舞台内底演出，尤其阁免拍票，讲要招待有兴趣的观众朋友来体会传统艺术，安怎样提升了，阁较有路，阁较现代化。 太师周记替后生比来大叫，甲孙膑抢亲，无意外煞互孙膑算计，赢回亚量完达。这出戏步数真短，机关算尽的过程是真紧张、真刺激，阁掺一块笑亏，观众是看甲笑嗨嗨。台中木偶剧团去屯区艺文中心的实验剧场，搬这出孙膑娶亲，免费送票予观众来看戏。现在的灯光啊、环境啊，会更优秀。 所以，我们把传统的文化布袋戏带进去剧场之后，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你要适应剧场的一种模式，然后你要把这个传统的布袋戏，然后如何的精致化。布袋戏当车赢的时阵，捌伫咧戏院演出，了后布袋戏太流行，为着要甲过去的阳光搁找倒转来，
剧团摆鼓册底加出孙膑娶亲，随乐师现场演奏，重新搁适应舞台灯光等等的设备，感受现场演出的气氛，让规出戏的演出会当搁较顺利。走入剧院哦，它那个欣赏环境比较好啦，哎呀，大家也比较能专心欣赏这些有细节的地方。离开外台戏甲庙口，布袋戏来到室内表演厅，人讲酒逢知己饮，四向会人赢。即届先对免费送票开始，吸引观众入来戏院看戏。布袋戏翁仔嘛会当伫个无共款的空间，搁再活起来，嘛互即个真重要的传统艺术文化继续传承，继续生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长年来拢拍拼伫咧推动台语文化的艺术团体阮剧团，近来特别按香港邀请另外一个戏剧团来合作，甲过去台湾禁止讲台语的历史，佮有香港开始要禁广东话未来合作伙，创作出一部音乐剧的新出头，嘛比较双方面社会环境演变的过程，引起观众心肝头的刺激甲欢声。用台湾话甲广东话演出的音乐剧，表达母语甲文化的消息。阮剧团邀请香港剧场空间做伙制作新戏，上特别的就是香港导演负责新戏当中讲台湾故事的电视片，也那台湾导演是负责香港红豆片的故事。排这个音乐剧的时候，音乐的部分很重要。我发现台语跟广东话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最难的语言，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它最难最复杂，他们的音稳音律很好，他们配音乐的时候很好听。这出戏是以台湾甲香港两个真有名的电影院来做背景，唔但探讨母语甲文化的关联，嘛表达出政治环境安怎影响话语权的自由。阮剧团团长表示，香港未来会拄到的问题，就是台湾禁止讲台湾话的过去。是香港的朋友，因即马当咧面对的，就是讲，因要讲因原地的香港话愈来愈困难啦，因为全部即马拢渐渐爱你讲普通话，但是咱可能是毋是无意识到，这内底有啥物物件咱失去。你若意识到这个物件，你开始思考了，我感觉其实文化这个物件是需要大家较主动的去做一寡保留。这出戏敢若有4场的演出，拢伫咧新营的文化中心。阮剧团表示，可能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目前注文卖出去的票还阁无介理想，希望民众会当透过戏剧来感受语言甲文化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戏剧、艺术、舞蹈讲起来拢有相牵连。6月时，网络顶头有一支影片，是非洲西部的奈及利亚共和国，一个才11岁的查甫囡仔烫正脚伫雨水内底跳芭蕾舞，到当已经轰动甲超过2000万人点落去欣赏过。但美国一个舞蹈团也决定要栽培这个幼囡仔，讲起来，伊的人生嘛因为这支影片，从此产生大大的改变。无穿跳舞衫、跳舞鞋，伫咧河中烫正脚跳芭蕾，查甫囡仔一练一练伫咧洗。影片伫咧社群媒体称红，也改变伊的人生。Ballet is my life and I practice everywhere. And when I'm dancing, I feel as if I'm on top of the world. 穿着跳舞衫、跳舞鞋，伫这阵跳舞囡仔内面，11岁安东尼上受人注意，因为伊是唯一的查甫囡仔。父母希望伊做牧师，不过安东尼就是爱跳舞。6个传到网络顶的影片，到即马点阅数超过2000万，互伊称行到国际，也吸引美国舞团的注意。And now I won a grand prize to go to the US in the year 2021, and I'm very, very happy about that. I'll be in the plane, and this is what I'm waiting for. And ballet has done it for me. 有真侪美国的舞蹈团体发现安东尼会当培养，拢要提供学习的机会，包括芭蕾舞国界组织提供奖学金。安东尼明年就能去美国受训。纽约的美国芭蕾舞团也伫今年热天提供远距学习舞蹈。安东尼学舞的学校也收到捐款。I wanted to be able to give an opportunity to every child by making my program free, so that there would be no excuse that any child could give. That was the reason they couldn't pursue their love for dance. 2, 3, 4, to the side. 商学院毕业的创办人丹尼尔3年前伫咧首都拉各斯成立这间免学费的舞蹈学校，伊靠网络家己学跳舞，搁再教予这寡囡仔。伊会摕这寡捐款，伫奈及利亚推广台湾无啥人知的芭蕾舞，继续帮助未来舞蹈家完成梦想。记者综合报道。
咱原来讲一个才17岁瑞典的查某囡仔，因为长年来拢咧鼓舞人注重环保，已经是闻名全世界。伊的作为嘛影响到真侪幼囡仔。但中国嘛有一个共款17岁的查某囡仔，嘛是徛出来世界咧提醒身边的人，着爱重视气候的变迁。结果伊的作务煞是着爱面对政府的打压、社会的反对，甚至伊的父母嘛着爱去互警察叫去问话。的话，它这个浇水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滋滋的声音，就是像是他在跟我对话一样。中国这位17岁查某囡仔欧红叶，去年5月伫江西桂林市政府大楼外口抗议一礼拜，伫咧得到国际认同了，开始气候新行动。伊伫家己的家乡桂林一寡所在正式化，并且研读印度圣强甘地的非暴力无合作的和平抗争运动方式。伊受到瑞典气候人士唐贝利的启发，一个人摕着家己做的海报，伫咧路的提醒大家气候危机无疫苗。我长大以后再回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中国缺席的话，我觉得会很让我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种民族的荣誉感嘛。因故伊的荣誉感无得到家己国家的支持。警方他们有过就是打我父母电话，或者说是审讯我，像我的学校现在没有让我继续上学。伊也想要找有甲伊同款理想的人，因故找无。有一天，伊为着这款行动，甲父母玩了8年半钟，伊发现安尼伤困难、伤痛苦，也知影父母压力正大，所以决定要搬出去。这么家己一个人住伫咧桂林的一间旅社。提醒了他们非常多次，但是他们仍然使用塑料袋作为垃圾袋的时候，我就非常生气。去年10月有一间德国媒体甲专访，所以伊这么真红。不过网络顶真侪批评的声音，讲伊是想要做第2个唐贝利。受到的这些困难，代价都不如气候危机以及物种灭绝，我们将要面临的这种灾难的影响要大。欧红也认为中国的民众若不是无知，就是看紧气候危机。不过伊的心内依然保持着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非洲东北部的埃及这国所提炼生产出来木棉花的精油，产量顶全世界的一半。这站拄当是木棉花咧大出的这块，种木棉遮的农民，逐工拢挺好收甲20吨的花蕊起来，按起来上无也有5万人，是靠木棉花的精油这项产业伫咧赚钱。两支手拢无停，甲花一蕊一蕊挽来。伫6月到11月收成期，埃及的木泥田逐工拢会当收20吨。واحنا اول ما الطفل بيبدا يتعلم بيدمع ولازم ديت المهنه ديت بتكون عايزه ايه انتباه وعايزه كمان ايد سريعه لان هي ما فيش اللي بتتاخد اللي هي النواره اللي هي مفتحه دي。木泥花是暗时开，花农逐工半暝就爱出门，每工一个人就爱挽5公斤。虽然真辛苦，不过真侪人是已经做一世人啊。伫尼罗河三角洲离开罗差不多100公里的西部省。因为土壤的矿物质正适合种木类，敢若西部省就400公斤的木类灰产，埃及提炼的木类精油占全世界1半的产量。طبعا في منافسين لمصر زي الهند زي تونس وعشان كده يمكن حسين بيه ومدام شريفه بيحاولوا بقدر الامكان ان يبقى يطلعوا احسن كواليتي لعجينه الزيوت العطريه。埃及第一间精油工厂也伫咧西部省。1960年代，头家去法国南部的喷水店格拉斯受到启发，转来了就开始传递喷水知识，也引入木类灰产的商业模式。已经过了10年啊，木类灰产每年创造差不多2亿台票的营收，5万的工作机会，也互埃及伫咧喷井界有重要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中央气象局表示讲，因为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北部和东北部水汽真高，会落一站的阵雨，甚至变大雨的情形也是有可能。另外其他各地头是积云，过昼也有短暂的雷公雨。观众朋友，咱若出门都要穿雨伞、雨帽，都要特别注意单雷公，阁有透大阵风的情形。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8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
29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8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8度到35度。大事讲国情，小事讲生活。观前看台湾，顾后看海外。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期待再相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听讲庙会咧新小姐拢真水，我应该嘛是有够格啦。不过要去做礼生，就要先认捌才会点头，才会用力。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点头。点头汉字写作点头，罗马字写作德音丁特鳌头，丁第7条，头第5条。点头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俗，在庙会神明出巡的时，拢会看到因伫街路顶行耍在表演。较接看到的点头有车果灯、牛犁仔灯、百家将等等。点头出来时热热滚滚。锣鼓声响连天，内底百管音乐，会使讲是台湾庙会点头袂使无的。点头会遐热热，是因为有的点头毋但唱歌，搁兼跳舞，像车果灯有后场来伴奏，迄对白甲剧情拢真笑开，互人感觉真亲切。还佫有用武术、特技来表演的舞阵，像宋江阵、大桥阵。宋江阵听讲是较早为着保护家己的庄头发展出来的阵头。俗语讲：食肉食三层，看戏看内涵。因为内行的拢知影，三层是上赞的肉，内涵是上好看的戏。台湾车鼓大师吴天罗捌甲车鼓调添词，正做真有名的歌。放盘洗，咱来去放盘洗身躯，来去日轻啊放盘路，放盘洗身躯，洗洗较功夫。嘛有一句粤客仔话讲，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因为古早台南府城咧迎妈祖，参加的阵头真济，大家拢举家己的旗仔，啥物款的旗仔拢总有。毋则讲无奇不有，啊旗仔的旗甲奇怪的奇共音，才会讲无奇不有。溜、阵头、车鼓灯、宋江灯、大桥灯、北管，食肉食三层，看戏看烂坛。台南迎妈祖。
无奇不有。逐摆出阵头来看老姐的人是定定。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我要赶紧去看阵头表演啦，咱后摆再会。